狩猎据点，我们全乡都全部都出动，同门我们也不例外。那时候这个据点已经聚完之后，我们就去上山去狩猎了。那时候我们的主领特别丰富的给我们不少的猎物，给猎物之前要从检查哨就那边给检查哨拦住了。我的猎物就这样就给他们没收了，所以那时候我们在8月14号那时候我们也没有在杀什么野生动物嘛，只有在杀猪了嘛，就这样而已哈。那时候我们的派出所啦以及那个检察那边是把我们同门这个太鲁阁这个据点等于是弄乱了啦，就没有办法了。总的来说当天我们的部落族人要上去狩猎。也收到了一些祖先的礼物，高高兴兴的下来，结果经过检查哨，二话不说，我知道你们载什么东西，通通给我下来，然后就直接把他带到派出所去。派到派出所以后，竟然把猎物全部摊在阳光底下，这个是对猎人也对我们的祖先、对我们的文化是一种很大很大的侮辱，所以我们今天特别来到这个地方。当然，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猎人、我们的传统领域受到侵犯的时候，通常按照我们的概念就是除草。但是现在的法令不可以除草。我们现在摆了两根草在前面，我们象征性的代表我们的精神还在，精神不死，文化不死。多够，加油！我说一到都谷，我们全台湾的全国原住民非常重视这个我们狩猎文化。我们不是生活在都市的只能用买的养鸡啦、买鸭啦、买鹅这样去吃。像我们是生活在深山里面，只要是活的、飞的、走的，都可以吃的。所以我们这样堂一个猎人，真正的英雄在都谷的阿雅，或是在全国原住民，不管是什么样的原住民，只要是真正会狩猎的，那才是真正的英雄。英雄变为狗熊，实在是不合理。以前的实际，我们的祖先以前有人侵犯到我们的传统领域都谷，还有就算别族的进到我们传统领域或是对我们猎人不忠，以前都是这样，没有用枪，都是拔刀相向。努力的哈。好，现在象征我们的文化不死，象征我们都谷精神永在，象征我们要守护我们的传统领域，象征我们对这个不公不义的政府的一种愤怒。警察可以退后一点吗？刀子等一下可能挥出去啊。好，八个。我跟我的朋友，我去花莲分局去看我的朋友，然后就是他就是因为这件事情被就是被拘留在分所里面。然后我当初去的时候，我就跟他我就在那边跟他聊天，聊到一半，我觉得很心酸，我觉得很痛，我也觉得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呢？第一个，他是打猎没错，这是我们的文化，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祖先就是这样子下来的。我们吃什么，我们做什么，我们因为遵守这个概念，我们才会有我们现在的鹿谷的这边的同胞们，你们懂吗？各位，你们懂吗？你们懂不懂我们的生活习俗？懂不懂我们为什么要打猎？为什么我们要打猎？我们的嘎雅，你们懂吗？哈，你们懂不懂？另外，很难过的一件事情是，透过这位青年，他跟我说，他不想因为这件事情之后，他可能之后不想再打猎了这样子。你们知不知道这样的严重性？你们在毁灭我们的文化，你们知道吗？同时，你们在毁灭，你们在执行的当中，你们无形已经在毁灭了。另外，在他们要去上厕所的时候，我还看到他们手铐脚铐，我觉得好夸张哎，是在杀人放火吗？需要弄到手铐脚铐这样的东西吗？
我们是在生活，我们需要生活下去。哎，为什么需要手铐跟脚铐？我们是人，我们同样是人，我们同样要生活。这只是我们的方式，我们要生活下去。我们需要被受到这样的待遇，我们需要被受到这样的对待。你们觉得这样合理吗？合理吗？请说，请告诉我们，给我们一个答案。好，我们谢谢我们的。我们今天以抱持着一个非常悲伤的心情来到这个花莲县警察局门口啊。因为行政院门口我们去过，行政院里面去过，警政署里面去过，警政署门口去过，就花莲县警察局门口不能到。花莲县是怎么样？花莲县不在这个国家里面，是不是？花莲县警察局不听这个国家指挥，是不是？花莲县是不是自外于这个国家以外？回答这个问题嘛？花莲县警察局可不可以回答这个问题？为什么警政署可以做得到的事情，花莲县做不到？花莲是自成一国，不要这个国家，是不是？趁着今天总统不在，花莲自己独立算的嘛，是不是？可以回答吗？主任可以回答吗？局长可以回答吗？江局长可以回答吗？县长可不可以回答？花莲是不是不要在这个国家里面了？这个国家里面有非常多的法律规范，有原住民族基本法，有动物保护法，好，野生动物保育法，我们还有2公约施行法规范。每个法律都是什么？立法者通过，要求所有的行政机关都必须要去执行的法律规范。每个受过良好教育的法治训练的执勤人员都知道要怎么去适用这些。为什么原住民族基本法很重要？原住民族基本法、科学基本法、教育基本法，还有你们的行政程序法，没有写主管机关，没有写主管机关，为什么？因为每个机关都要尊重它，每个机关都要用它。如果这点不会用，你回去问你的法制，是不是这样用？不会用，回去问法务部，你说2公约重不重要？2公约这几年有没有整大家？我问大家有没有嘛？法务部有没有每年教大家说要做2公约？你们有没有做到？好，在这边呢，自己扪心问问啊，这国家怎么法律怎么实施，自己要了解清楚。如果不愿意了解，我们在台北我们就会动，以后公讲等到案件确定，等到案件定验之后再来给公讲啦。这样以后大家更麻烦。战场不在这里，我们可以战场到台北去，大家以后公讲都等到案件3审定验，我跟你讲，大家就以后慢慢等。好，所以呢，我们这边呼吁大家，对于每个法律规范自己可以了解清楚。今天原住民族基本法在颁定的时候，已经确立说要给予原住民族平等的身份、平等的地位，确保它生存空间，确保它文化可以继续的留存下来。如果我们今天呢，花莲县不愿意留在这个国内，不愿意留在这个国家，县长赶快趁早说，看你要飘到哪里去，没办法，真的没办法，你要飘到哪里去，这没办法的事情哈。所以呢，在这边再次呼吁啊。县政府警察局如果不会用法律，赶快叫人家来啦，赶快报啦！我跟你讲啦，我下个礼拜要去那个什么人事总处上课啦，赶快去报，我教你。哦，如果不会的话，赶快去报。哦，我们在座的呼吁啊，花莲县的做警察的，我知道有很多人苦衷啦，可是面对执法的第一线，如果不能使用正确的法律规范，最后倒霉是所有的民众，是这个国家所有的人。哦，所以我们在座呼吁哦，希望说哦，花莲县政府、花莲县警察局可以对原住民族基本法可以了解清楚，可以知道要怎么去使用这一部法律。哦，最后我们喊一下口号哦，恢复狩猎文化，捍卫狩猎文化，捍卫猎人尊严，捍卫猎人尊严，恢复狩猎文化，恢复狩猎文化，捍卫猎人尊严，捍卫猎人尊严，恢复狩猎文化，恢复狩猎文化，捍卫猎人尊严，捍卫猎人尊严。好，谢谢大家。好，我们谢谢吴老师。众弟兄姊妹们平安。特别我们同盟部落的弟兄姊妹谢谢你们让我有这个机会在这个地方来讲话。我要重新再恢复整个的来龙去脉的这个渊源。那个分局长今天有在吗？局长有在吗？副局长有在吗？既然局长、副局长不在，
我也希望这些同仁们哦到旁边休息。我要告诉你们，没有人会破坏这个地方。如果真要破坏，哦，你们也不会站得直直的。这是一定的一个道理。中间有没有不论的？有没有不论国家的同胞在这边？没有。阿密斯国家的有没有在这边？有吗？有，举手。请举起来。你是阿密斯的，你就举起来；你是多鲁古的，你就举起来。有没有？多鲁古的有吗？多鲁古举手。不敢承认自己是多鲁古，拉开多鲁古。我要告诉大家，这个就是一个悲哀啊！想想看，中华民国来这边多久了？我要知道说，我们要有尊严。一个尊严就是说，我要知道我所效忠的这个单位是什么样的单位。你们可以告诉我，中华民国什么时候潜逃到台湾来的吗38年。 1949年，对不对？历史没有告诉你们，对不对？因为这个是非法的那个历史，你们找不到真正的历史，你们就没有尊严。就像你们不会乱认别人的父母亲是你们的父母亲吧？今天中华民国你们这些警察所占的这个地方是属于台湾原住民的土地，是不是？是。请问在座的你们读过书，历史有没有教这样的真相？在前面的所有的同胞们，独立国家的同胞们，在这个地方很忍气吞声的，是按着你们中华民国的法律在那边在做这样的事情，是他们守法，是中华民国犯法，对不对？对。这个是国际间都知道的，犯法的人不知道不好意思，反而要叫这些遵守法律的人不好意思。你们的教育是这样子的吗？课纲是怎么教的呢？对不对？所以我要告诉我们独立国的同胞们，我们不要感觉到我们是犯法的，我们是合法的，非法的是谁？中华民国政府。中华民国政府的总统要跑去别的国家，去跟别的国家的那个总理来去谈事情。小三呢？这样的做法，这是小三呢。用一句本地话说，你的总统是跟那个小三在那边谈恋爱呢，这个家庭会好吗？而这些同胞们就是维系家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成员，所以我们要的生活，我们不会很多，我们只是在维系我们的生活，你们也在维系你们的生活，但是请你们摸着你们的良心，你们喝的水是从哪里来的？你们占的这个土地是谁的？我要告诉你们，没有一个是中华民国的。你们以为你们现在领的钱是中华民国给你们的吗？这是从台湾原住民生命里面榨干的这些血汗的钱，领到你们的身上。所以我要在这个地方严正的告诉你们，你们不要浪费时间在这个地方，你们尽快的去抓那个所谓的山老鼠，因为林务局在深山里面开了很大的路，它是大老鼠，去带着小老鼠在深山里面，
你们不用浪费这个时间站在这个地方。我不是要侮辱你们，而是要你们知道你们该做的事情是什么。不要挡住这些合法的人来去放纵那些非法的人。你我都是在台湾里面共同生活的人，我知道你们很无奈，但是你们要将你们的无奈化作是一个公平正义的生命，在你们的生命里面恢复正常的关系，让土鲁古在这个地方，让阿密斯的所有的住民在这一块土地里面恢复到原来正常的生活，恢复到原来正常的生活，台湾才会有真正平安的生活。所以我要在这个地方谢谢土鲁古的同胞，土鲁古这个国家的同我们部落的弟兄姊妹们，谢谢你们在这块土地发出这样的声音。谢谢，上帝祝福你们，上帝祝福你们，谢谢。什么叫做延期法？好不好？我们欢迎我们的土鲁古年轻人，希望。搞那么帅，不要那么厚。我今天是代表太鲁阁族学生青年会站在这里。为什么我们的青年团体在这个时间点会站出来，跟长辈们、跟部落的族人站在一起？有一个很关键的因素。我相信现场的警察们一定有我们土鲁古的，我也相信现在的体制里面，让你们有很多的苦衷，没有办法在这个时间点把它表现出来。但我们想跟你们表达的是，为什么狩猎对土鲁古来说这么重要？我们常常说打猎，很多平地人、非原住民的朋友常常会误以为我们打猎只是为了要吃猎物。有人还问我们说，你们去超市就可以买肉了，为什么还要去打猎？那代表着一件事，如果你有这样的疑问，代表着你根本不认识土鲁古的狩猎文化。我们的狩猎文化里面，打猎不是吃肉而已，打猎因为去打猎，去走祖先过去打猎的猎径。我们走的猎径的过程中，我们和土地连结。我们在打猎前，我们的长辈们都会进行这个狩猎文化的仪式，就像各位刚刚在现场看到的一样。这个仪式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跟祖先的连结，跟祖灵的连结。所以打猎对土鲁古来说，它不是只是为了吃肉，不是为了获取蛋白质这么简单而已，它是一整套文化跟世界体系、一个世界观的系统，它是跟土地、跟祖灵全部连结在一的系统。唯有落实这个打猎的文化，太鲁阁族人才有办法成为真正的太鲁阁族。所以，请各位一定要听进去。我们为什么来到这个现场，跟在座的各位，特别跟县警局的朋友做这个陈情的动作？因为县警局是花莲县非常重要的一个地方的警察单位，你们影响着你们各个地方的分局，也影响各个地方的派出所。在我们在山上狩猎的时候，长辈们就是被你们其他的成员所抓的。所以我们希望透过这样的方式，我们不是报名哦，我们是来这里做沟通。为什么我们要站到这里在做沟通，而没有办法好好的坐在会议室里面跟大家沟通？因为过去根本没有这样的沟通平台嘛。大家根本没有愿意听我们讲话嘛，所以才会这么多的族人，那么多的老人家，从部落甚至很多原住民族的朋友，因为很认同这个理念，也同样深受其害，从不同的部落、很高山的部落跑到这里来声援。原因是这样，所以请相信一件事：我们不是来乱的，我们是来对话的。我们必须要用这种方式对话，也希望你们去理解。另外还有一个很关键的事情，原住民族基本法。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条里面特别有强调，原住民可以在我们的原住民族土地上落实狩猎的权利。什么叫做原住民土地？那是代表着是原住民族的传统领域。今天长辈们去打猎的那个山，就是我们太鲁阁族人的传统领域。请问我们违法了吗？知法犯法的人是谁？我们想讲的是这件事。如果这是很简单的一个逻辑，知法犯法的是谁？原基法已经明定在那里。原基法里34条也强调，原基法在2005年通过后3年之内，一定各个中央机关的相关的法案都要根据原住民基本法去做修订。可是呢，我们的立法机关呢，我们的行政机关呢，我们的警察单位呢，很可惜并没有在这个过程中充分和原住民族做沟通，也没有充分的去理解原住民族文化的精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站在这个地方，想深刻的去表达我们的诉求，也希望在座的各位你们可以听得进去我们的想法。
好，我们528人哈，我们谢谢希望。然后现在委员陈才义陈律师哈，在这边我要澄清的一件事情就是有原住民族基本法第19条有去狩猎的权利。那吉安分局他逮捕的理由是用野生动物保育法，但是野生动物保育法93年已经通过21条之一，也是肯认原住民基于传统技艺是可以狩猎的，所以不确定说这个花莲县警局对于原住民警员的原住民多元文化教育到底有没有基础的落实这件事情，我们是非常值得去怀疑的。另外一个部分，3地管制区它的缘由是在于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是民国71年的产物，76年的产物，那时候还是戒严时期。81年，终止动员戡乱时期之后，把动员戡乱时期国家安全法改成国家安全法之后。管制区还是一样，所以它基本上它就是一个戒严时代的产物，它就是一个威郁权时代的产物。它管制了山上原住民族的生活，现在又来侵害原住民族的权益。我们强烈的要求一定要尽速来落实原住民族转型正义，撤除检察哨，把山上的土地还给我们原本山上的主人，就是我们的原住民族。那以上做补充的说明。至于今天陈请的单位，我们主要是我们是针对所有这整个流程有问题的单位全部陈请，其中花莲县警察局是一个，另外一个是内政部警政署、花莲县政府、原住民族委员会以及行政院农委会这几个单位。因为他们的怠惰，导致于现在这一个悲剧的发生。那我们希望有关单位都能够深切的检讨、修正相关的作业规定，包含为什么花莲县政府它可以准予狩猎猕猴，却不准予我们的达鲁古感恩祭狩猎这个技艺应该要。很重要的一个猎物就是山羌、山羊、水鹿。这个花莲县政府它裁量的依据是哪里？怎么会可以打猕猴，却不可以打山羌、山羊、水鹿？这到底是什么样一个道理？而且他当时核准的时候，已经是距离我们感恩祭只剩下3天，也就是9月30号才下核准函。10月3号已经要祭典了，9月30号核准函下来，我们的族人怎么会知道？他核准的项目是什么？这根本就强人所难嘛！法律不能够强人所难，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我们强烈的要抗议，花莲县政府以及花莲县警察局一定要去检讨这整个作业的流程，不能够用专业的傲慢来对待我们维持传统文化的原住民族。以上说明。原住民跟台湾的住民，大家平安。我是一山社学院原住民历史的老师来自台东的阿密斯。刚刚我们的主持人也讲说，我们台湾原住民到底有几个族？如果问我们在座的在场的警察同仁们，你们可以回答有多少的族群？到2014年，内政部已经承认的是有16个族。为什么要有16个族？就表示台湾是多元文化的一个社会。那么为什么要叫原住民？如果他没有行使他自己本身的传统文化的话，他根本就不是原住民，就跟汉族一样，我们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可是他是因为原住民，他一定要在他的生活领域里面要传承着祖先所给他留下来的。所以什么是狩猎的文化？在传统上，达彦、德鲁古或是原住民，如果你没有办法去狩猎，你就不是一个人，因为你没有办法去喂养你的族人们，这是最基本的一个原住民的做人对男人的或是对族群的一个要求。那今天德鲁古族群同门部落的，他们因为有传统的感恩祭，感恩祭是什么？因为我们感谢我们看不见的这个祖先们或者祖灵们平常的保守跟带领，用这样的一种方式来去回报，然后用传统老人家的智慧跟这种技术去猎所猎的猎物，没有去贩卖，而是要去喂养我们的族人。难道这样的一种做法违反了中华民国的哪一条法律？或是因为057级或者法律里面有一个野生动物保护法而触犯的？可是，在2005年
延基法已经通过了，如果延基法不够，世界人权宣言也在2007年的9月13号也通过了世界原住民的人权宣言，也一样的去回应2005年的这个延基法，更巩固了原住民保障自己的族群的权益，可以去狩猎。因为这2条很重要的台湾的延基法或是国际的联合国的这个人权宣言，都在保障原住民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生活的模式去从事他们的文化的狩猎的行为。可是今天刚刚听到了一个年轻人，他去看守所去看他的同学、他的朋友的时候，为什么要用这种方式？他又不是杀人犯，你用手铐脚镣把他捆绑着，让他得不到他应该得的这个不是只有他个人的受到侮辱，是整个台湾原住民受到了整个的侮辱。因为我们要回到，刚刚也提到，中华民国是1949年才来到台湾，你用什么法律去涵盖了或是盖住了台湾原住民他本来的原有的惯习法或是习惯法？那么这几年也一直都在探讨中华民国的法律跟原住民的习惯法在抵触的时候，应该要怎么样去互相的对待，互相的去尊重。可是今天看到花莲县政府居住在应该说在它的辖区是很多原住民的一个地方的一个警察局，反而在文化的教育方面非常的薄弱，因为你们没有去尊重台湾的原住民在行使他应该有的权利的时候，你们用这样的一个现行犯去逮捕，或是用不人道的方式把他领入在看守所里面。我想这是今天同门部落或是德鲁古族群或是台湾的原住民带着这种悲哀跟愤怒来到这个地方。更悲哀的是，我刚才也听到主持人说，我们申请的路线是要到警察局的门口，为什么要把我们挡在这个地方？是什么样的理由？是什么样的理由让限制了我们的一个自由，让我们没有机会跟分局长、跟局长来做一个很好的一个对话？我想，不要说从人权方面，我是牧师，我也常常跟教会、跟同学、学生讲，我们在法律面前是人人平等的，因为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上帝的形象，这也是我们的圣经所教导的。当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来去造人的时候，他当然是用泥土，可是他给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形象。形象是怎么用？现在的观念是每一个人都对他基本的尊严跟人权，所以他有基本的尊严跟人权的时候，我们可以去侵害吗？甚至现在已经有2005年的原住民的基本法，跟2007年的这个世界人权宣言的对原住民的这种权利的这种保障，甚至还有很多的条约，甚至在反歧视、平等里面，哲学家、社会学家、法律都在这样子去支持这样的一个生活的模式。为什么在多数原住民居住的花莲县，我们说花莲是好山好水，还有什么好人，真的是一个什么？可能刚刚提到的，真的好无聊。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形，真的是我们原住民今天还站在这个地方，真的是很无聊的一件事情。如果我们可以平等的对待的话，我们今天根本不要有这样的，应该在同门那个时候已经可以好好的去处理，反而你们没有用人道的方式来积极处理，所以导致今天我们族人还要来到这个地方，甚至呢受到这样的一个非常不人道的一个对待，让我们站在这个地方。所以我想表达我们族人们的一种心声，以及对于这个事情的一个看法。谢谢。大家好，我是马千里哦。我今天早上7点钟从台东出发，来到这边，不为了什么，就是为了来支持我们德勒古的族人。因为同样在祭典期间，我们卑南族去年年底也一样，在台东，台东被警察违法逮捕违法逮捕的结果，我们后来在司法的程序上面，检察官做了不起诉处分，而那位强烈执行违法逮捕的侦查队小队长目前行政上也受到惩处了。这个是要跟各位讲，各位不要认为说你穿着警察制服执行的就是合法的事情。原住民族在这个地方执行他们千百年以来在执行的传统的祭仪，这个东西
没有法律可以去定义的。法律出现之前，原住民族就在这块土地上，如同我们德鲁古的族人，在花莲这个地方，千百年以来，遵循了祖先的那个智慧，来做狩猎的行为，来执行祭典，何错之有？犯了什么法？民林原基法里面就保障了这样的权利。明年我们国家的宪法增修条文第10条，就用这样的一个促进保障多元文化发展的这样的一个概念，赋予我们原住民族能够进行我们的文化权。而警察你们法律的素质啊，令人摇头。没有关系，主任，我们一样继续依循了祖先的脚步。面对政权呢，我们能够用的态度就是坚持自己祖先留下来的脚步，不要害怕勇敢，不要害怕勇敢，这是我们部落的人常会讲的一句话。我们做的事情，就是我们祖先要我们传承下去的事情。那一天，我们办一个人权营的活动，我听到德鲁古的年轻人在分享的时候，他说，他看到他的亲人的伙伴被上手铐，只是因为在祭典期间去打猎，就要被上手铐。我没有办法理解这个国家对待原住民的态度是什么。我刚刚车子要开进来的时候，我看到层层的警察包围在这边，我还以为说我们有多少的人，造成这个警方的紧张。就我一走进来，警察好像比我们还要多啊！我们是威胁吗？我们是威胁吗？我们今天到这边来主张我们的传统的这样的一个诉求，是威胁吗？这是宪法保障的基本人权，是原住民族本来固有的传统文化。如果连狩猎这样的核心文化都被国家做剥夺的话，应该说，警察侵害了原住民族的基本人权，侵害了宪法。我相信在队伍当中也有原住民族的族人我希望你们自己能够在内心想一想，然后你回到部落里面看到的传统的文化，因为警察的角色而视为甚至断掉了，你们自己摸摸良心，你们会有什么样的感受？这个不是要你们去违抗你们的上司了只是要你们自己摸摸良心想一想，你要当一个人，还是只是要当一个警察？我们执行我们的传统文化，这个是依循我们祖先的智慧，这样的一个权利，是从世界的人权宣言，一直到国家的宪法以及原基法都有明确做保障的。你们还是一样忽视它、侵害它，还自以为自己是依法行政。无耻！我希望不好意思。这就是我们南岛民族，我们非常的尊敬地、天地。叫他们赶快释放！有，释放猎人！释放猎人！猎人无罪！猎人无罪！第三个，请在此时开始，我们台湾原住民族的同胞看见这个政权的无耻，原住民全部要团结起来，干什么？告诉他们，告诉我们自己同胞，我们的年轻人看清楚，到底是谁残害你们的祖先，谁抢夺你们的土地？我要替我的家哪个肉换火，哪个野菜换火？你要叫我去哪里火？我不能火的时候，
我们要干什么事情？要不要狩猎？要不要出手？要。主权是他们在讲的，我们用出手来宣示主权，好不好？好。以上，辛苦你们，你们真的辛苦。啊，同胞，大家一直被遭压迫、遭屈辱、遭这样子到现在这个样子，这一幕，请大家参与的人都要看见，中华民国是什么东西？强盗集团啊，是不是？是。原住民存在，本来就独立存在这个地球的，我们为什么要叫他们来造诈？所以，今天我们只是来宣示，告诉他们，我们不是好欺负的。下一波我们还有动作，对不对？对。辛苦了各位，我们还是要再战，加油！